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問經所答，我係 Matina。清明節特輯，直面生死，珍惜當下，愛要及時，信靠基督。今日係清明節，你諗到啲咩呢？掃墓、拜祖先，定係搭青春遊、影花影自己，定係食嘢、假期、吃貨、開心日？但問題嚟啦，清明節淨係拜山，定係背後仲有更深嘅提醒？清明節係等於祭祖，定係人生最後反思大會？清明節係紀念先人，但有冇諗過佢其實係提醒緊你嘅人生短暫呢？試諗下，你去掃墓，望住個墓碑，心入邊會唔會突然彈出兩個問題？第一個，有一日我都會喺度。第二個就係咁，我呢一世做過啲咩有意義嘅事呢？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？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，出現小時就不見了。雅各書4章14節。有啲人覺得自己無限時間，但其實係人生好短。你係咪用緊時間，定係時間用緊你呢？一星期7日，你用幾多日係真正活緊呢？有冇好好珍惜每一日，定係每日對住部機發呆？係咪要等到人生 credit 撈晒啦，然後先至後悔呢？清明節唔係只係去拜山，而係俾你最後一次嘅機會 check 下自己有冇白過。面對死亡，你選擇逃避，定係睇成新嘅開始呢？清明節最直接面對嘅就係死亡，但呢個 topic 好多人都唔想講，唔敢講，係避而不談。有啲人唔好講啦，好晦氣；有啲人死咗就死咗咯，都冇啲乜嘢。但問題係，死亡真係 game over， 定係新嘅開始呢？耶穌說：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，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約翰福音11章25節。如果人生係本書，死亡唔係句號，而係新嘅一章。信仰唔係要你驚死亡，而係俾你探望。你有冇試過去 funeral， 發現氣氛可以完全唔同㗎？有啲人佢走咗啦，好傷心，冇晒希望。有啲人雖然佢離開咗，但將來我哋都會再見面嘅。分別係就係有盼望啊！你想做邊一種呢？清明節係思念過去，定係珍惜當下？清明節硬係紀念離世嘅人，咁仲在世嘅人呢？你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長壽。以弗所書6章2節。點解要等到掃墓先至諗起孝順？點解要等到人唔喺度先至講我掛住你呢？有冇啲人你一直想聯絡，但一直拖住唔做？清明節提醒我哋，愛要及時，唔好等到死咗先嚟後悔。清明節你會點樣睇呢？清明節對你嚟講只係一個傳統啊，定係一個提醒？如果你知道人生有限，你會唔會點樣活得更有意義呢？有冇未修補嘅關係，趁仲有機會去珍惜呢？挑戰你，趁今日主動向一個親人表達你嘅愛。清明節唔只係紀念先人，更加提醒我哋珍惜今日，活得更有盼望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我嘅問經所答，下條片見，拜。